第4章傳染病。之前呢，人類對疾病嘅成因有唔同嘅睇法。第一個係瘴氣嘅說法，呢種講法就係話山林之間有啲烏煙瘴氣，我哋接觸到呢啲烏煙瘴氣呢，我哋就會染病。第二個講法就係自然發生，呢種講法呢，就係話任何疾病或者變壞呢，都係自然出現噶，即使我哋唔做咩都好啦，變壞同埋有病呢，都係自然出現噶。直至到路易斯巴斯佢提出一個細菌致病嘅睇法。佢做咗一個實驗，首先將啲肉湯擺喺一個長口嘅燒杯入面，冇攞啲肉湯就會變壞。跟住佢改咗一個曲口嘅燒杯，入邊嘅肉湯因為個管口呢就俾其他嘅湯汁封住咗，結果啲肉湯擺好耐都唔會變壞。路易斯巴斯德呢，佢嘅講法就證明咗，其實空氣入面係有一啲物質令到啲肉湯變壞。咁呢個呢，就衍生出日後所謂嘅細菌致病嘅學說。因此我哋患病嘅病原體常見有3種，分別係細菌、病毒同埋真菌。細菌係一種單細胞嘅生物，即係話呢種生命體呢，只係由一個細胞所組成嘅啫。呢種生物佢會透過細胞分裂，即係我哋之前所謂嘅有絲分裂呢種異分裂方法，一個變2個，從而進行繁殖，所以又叫做無性繁殖。一般嚟講，細菌呢有唔同嘅形狀，有呈棒形嘅我哋叫桿菌，有呈球狀嘅我哋叫球菌。佢咁獨特嘅形狀，因為呢細菌嘅外面有一層細胞壁係好堅硬嘅，可以維持到佢嘅外形噶。部分嘅細菌嘅外圍甚至有一層叫做胚膜嘅構造，去進一步保護細菌。而細菌入邊嘅遺傳物質咧，通常係一個環形嘅 DNA。部分嘅細菌甚至有一啲好幼長嘅鞭毛，幫助佢咧喺水入面運動噶。一般嚟講，細菌嘅直徑介乎1至5微米左右。如果有害嘅細菌進入人體咧，佢哋就會破壞我哋嘅細胞同埋組織，從而令到我哋患病。有啲嘅病徵咧，就因為呢啲細菌入侵咗我哋身體之後咧，會釋放一啲毒素引致噶。病毒嚴格嚟講唔算生物體，因為佢唔能夠自行繁殖噶。如果佢冇宿主細胞，基本上佢生存唔到，繁殖唔到。病毒嘅結構係非常簡單，佢基本上外層係一層蛋白質外殼，而入邊呢，只係有一啲遺傳物質。部分嘅病毒遺傳物質係 DNA， 亦都有部分嘅病毒入邊嘅遺傳物質咧係 RNA 嚟噶。部分嘅病毒喺蛋白質外殼外面仲會有一層包膜。病毒嘅體積非常之細，比細菌咧仲細咧大概100倍。佢嘅直徑大概係0.02至0.2微米之間。由於病毒嘅外層有一啲蛋白質外殼，呢啲蛋白質外殼咧係可以幫佢黐附喺特定嘅細胞度。例如肝炎病毒嘅蛋白質能夠令到佢黐喺肝臟嘅細胞入面。病毒係唔識得自行繁殖嘅，佢一定要咧寄生喺宿主細胞度。當佢黐附咗喺宿主細胞表面嘅時候，病毒就會進入宿主細胞，然後病毒入面嘅遺傳物質，例如 DNA 或者 RNA， 就會用到宿主細胞入邊嘅構造去合成自己、複製自己嘅遺傳物質。當病毒喺宿主細胞形成咗咁上下嘅時候咧，就會破壞咗個宿主細胞，然後新嘅病毒咧就會喺個宿主細胞咧爆發出嚟。咁呢個咧就係病毒嘅生活週期。最後介紹一種病原體叫真菌。真菌咧係由一啲好多細長嘅菌絲組成嘅，又叫菌絲體。當真菌成熟嘅時候會產生孢子，孢子會飛散到其他新嘅宿主地方，然後長出一啲新嘅菌絲。
唔同嘅真菌嘅菌絲體大細不一，一般介乎50微米左右，比咧細菌嚟講大概大10倍左右。真菌會依附喺宿主表面，然後吸收宿主細胞作為食物嚟生長㗎。有啲真菌會喺人類皮膚表面生長，例如會引致香港腳等等嘅皮膚病。病原體嘅傳播方法，病原體咧係可以喺宿主之間去傳播㗎。首先，病原體會喺宿主入面大量繁殖，產生出嚟嘅新嘅病原體咧就會傳播俾另外一個人、另外嘅宿主。唔同種類嘅病原體往往會有唔同嘅傳播模式。疾病嘅傳播有6個關鍵嘅環節，呢6個環節互相緊扣，稱之為感染鏈。感染鏈入面每一個因素都要存在，咁樣傳染病先至可以傳染開去噶。包括病原體、感染窩、離開途徑、傳播途徑、入侵途徑同埋宿主呢6個環節。如果我哋採取一啲預防措施，將感染鏈入面其中一環切斷呢，咁傳染疾病嘅機會就會降低啦。某啲動物係某啲病原體天然嘅感染窩，舉例野鳥，例如天鵝啊、鵝等等呢，佢就係禽流感嘅天然嘅感染窩。好多野鳥本身都係會具有呢一啲禽流感嘅病原體，但本身呢啲野鳥咧就並唔會致病而死噶。但係如果呢啲病原體嘅遺傳物質改變咗嘅話，又或者環境改變，呢啲病原體就有機會離開佢嘅感染窩，從而咧傳播開去，令到人類有機會染病。例如剛才所講嘅禽流感，喺天然野鳥入面咧係好多禽流感嘅。當佢傳播咗俾雞場入邊所養殖嘅家禽啊、雞隻嘅時候咧，呢雞隻就有機會感染咗禽流感，然後禽流感嘅病原體喺雞隻入面發生突變，就有機會傳播咗俾人類，結果連人類都患有禽流感。傳染病嘅傳播途徑有好多種，例如透過水或者食物嘅傳播，呢種例子包括霍亂。佢主要咧，霍亂嘅細菌就會透過口入侵我哋人體，然後喺我哋人體嘅腸臟入面咧就會滋生。當人體嘅排泄物離開咗宿主嘅時候咧，咁喺排泄物入邊嘅霍亂細菌咧就會傳染俾其他新嘅宿主啦。第二個傳播途徑係空氣傳播，例如流行性感冒。佢咧就會喺鼻同埋口入侵到我哋人體，然後喺我人體嘅氣道啊、肺部入面滋生。當我哋人體打乞嗤、咳嗽嘅時候，佢嘅病原體咧就會離開去傳染其他人㗎啦。第三個例子咧就係透過血液傳播，例如乙型肝炎、愛滋病。當我哋注射啦、針筒注射、性接觸、輸血嘅時候，就有機會進入咧宿主入邊，然後喺宿主人體入面嘅內臟血液度滋生。當我哋嘅血製品離開身體嘅時候，就有機會透過血液或者其他體液感染其他人啦。第四個例子咧就經過傳病嘅媒介啦，例如登革熱咧就透過一啲昆蟲嘅叮咬。咁咧，登革熱嘅病毒咧就會喺人體嘅內臟血液滋生。當我哋再俾叮咬嘅時候咧，嗰個蚊叮蟲咬咧就會將嗰啲有病嘅血液咧，登革熱嘅血液咧傳播俾另外嘅人啦。而直接接觸嘅例子咧，就例如香港腳啦。香港腳咧主要喺皮膚入面嘅傷口咧就入侵我哋人體，然後喺我哋皮膚表面滋生㗎。咁咧，佢透過皮膚嘅接觸咧，就有機會傳染俾其他宿主。預防傳染病嘅方法，我哋可以留意個人衛生、社區衛生、隔離一啲有病患嘅人啦，同埋要穿着適當嘅防護衣物。另外，疫苗接種咧，
唔單止可以保障我哋個人嘅健康，令到我哋個人對某種嘅病原體有抵抗能力，亦都可以咧維持公眾健康㗎。因為我哋社會入面，只要大部分嘅市民接受咗防疫注射，即使冇打過防疫針嘅人呢，因為咧冇咁容易接觸到有病嘅患者，所以亦都能夠獲得保障。呢個稱之為社區免疫。霍亂係透過食水或者食物傳播疾病嘅一個例子。我哋要預防感染霍亂，就要避免進食受污染嘅食物或者食水。例如魚翅後進食前一定要清潔雙手，另外亦都要確保食物清潔同埋煮熟，避免咧食到受感染嘅食物。霍亂嘅細菌咧有機會透過食物或者食水進入咧人類身體，然後喺人類嘅腸臟入面咧滋生，咁咧就會令到咧喺我哋咧出現霍亂疾病，譬如話屙嘔、肚痛嘅病徵。咁病患者咧，當佢排出糞便嘅時候咧，佢嘅糞便入面咧就會有呢啲霍亂細菌，然後傳染開去。一般治療傳染病嘅方法分為兩類，第一類嘅藥物係要減輕我哋嘅症狀，第二類嘅藥物係針對病原體而設㗎。減輕症狀嘅藥物，例如我哋有咳嗽咧，就會飲咳藥水去止咳。我哋有頭痛有發燒，就會食止痛藥去抑制痛楚嘅感覺，減輕發燒。但係呢啲藥物都只係減輕個病徵，令到我哋覺得舒服啲嘅啫。相反，另外一種藥物係要針對個病原體，例如如果我哋細菌感染，我哋服食抗生素，抗生素就係專門殺死細菌。如果我哋感染咗真菌呢，我哋可以食一啲抗真菌劑嚟對付真菌。又例如患上嚴重嘅流感，係俾流感嘅病毒入侵呢，我哋可以食特敏福。特敏福呢就係專門殺死病毒㗎。一般輕微嘅傳染病其實唔使食藥都可以好返㗎，因為健康嘅人免疫系統係有對抗疾病嘅能力。當我哋感染疾病嘅時候，喺屋企休息多啲，飲多啲清水。喺休息嘅時候，我哋身體嘅免疫系統就能夠對付呢啲病原體啦。尤其是由病毒引致嘅疾病呢，其實可以對付病毒嘅藥物唔係好多，反而靠我哋身體嘅免疫系統去對付病毒呢，反而更有效。點解會出現抗藥性嘅超級細菌呢？就係因為我哋人類唔正當地使用抗生素，結果咧引致抗生素抗藥性嘅問題出現㗎。醫生喺處方抗生素嘅時候咧，通常會講明咧抗生素每日要食幾多次，要食幾多日㗎。只要我哋咧適量嘅抗生素咧，就能夠殺死所有嘅細菌㗎。但如果我哋唔跟足醫生嘅指示，明明要食5日嘅抗生素，但我哋只係食咗2-3日，或者咧只係食好少量嘅抗生素嘅話咧，有機會令到對抗生素有抗性嘅細菌咧生存落嚟，然後繼續繁殖呢啲對抗生素有抗性嘅超級細菌。因為細菌咧彼此之間有變異，有啲細菌咧對抗生素嘅抗性比較低，有啲細菌對抗生素嘅抗性比較大。當我哋只係用少量嘅抗生素嘅時候，有機會令到對抗生素抗性較大嘅細菌呢生存落嚟，然後呢啲有抗性嘅細菌呢就會繼續繁殖下一代，令到佢哋嘅下一代對抗生素嘅抗性呢就大幅增加，從而形成超級細菌。另外，好多時我哋嘅感冒呢唔係由細菌引致，而係由病毒引致㗎。喺咁嘅時候，我哋服用抗生素，其實對病毒引致嘅感冒咧係完全幫唔到忙噶，反而有機會咧引致超級病菌嘅出現。又或者有時醫生明明要求我哋服用一定日數嘅抗生素，我哋食咗2-3日抗生素之後，覺得身體轉好，就唔再食抗生素啦。咁令到我哋身體殘留落嚟嘅細菌有機會變成超級細菌。於是乎咧，我哋個病況咧反而會更加嚴重，而呢啲超級病菌
傳染咗俾其他人嘅時候，呢啲病人呢，即使服用一般嘅抗生素，都唔能夠殺滅呢啲細菌啦。流行性感冒係由流感病毒引致㗎。唔同類型嘅流感病毒，佢哋嘅蛋白質外殼係有唔同種類嘅 H 蛋白質同 N 蛋白質。唔同類型嘅流感病毒就會根據佢睇下有邊種 H 蛋白同埋 N 蛋白而命名㗎。例如 H1N1 流感，即係佢具有第一型 H 蛋白同埋第一型嘅 N 蛋白。H9N2 流感就係代表佢有第9型嘅 H 蛋白同埋第2型嘅 N 蛋白等等。點解流感病毒係冇預防疫苗嘅呢？因為流感病毒個變異性係好大㗎，每一年佢哋嘅遺傳物質、佢哋嘅蛋白質形狀都會不斷改變。即使流感病毒出現好細微嘅變化，都會引致季節性嘅變種。呢啲變成嘅新嘅病毒呢，人類係對佢冇任何免疫能力，我哋身體會當佢係一種全新嘅病毒，所以呢啲新嘅病毒出現就有機會引致大規模嘅爆發。又例如禽流感，原本係鳥禽類嘅流行性感冒，過去只會喺鳥禽類發生㗎，但係某幾種禽流感病毒發生咗突變，結果連人類都可以感染到。因為我哋人類從來冇接觸過禽流感呢種病毒，我哋冇免疫能力，所以一旦患有禽流感嘅時候會引致好嚴重嘅病徵，甚至會引致死亡。